啊，这个立法院修宪委员会39个人的名单出来了，民进党上侪人有22个，其中2席是让予无党籍的林统佐甲台湾基进党的陈碧维。今仔日嘛是民进党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满13年，民进党正国会立委提出着完整的修宪的草案。 甲国家统一这个字样甲提掉，因为因讲这个统一已经无符合着现状，所以无应该留伫个现前的体制内底。台湾优先，务实修宪。民进党正国会委员差不多拢交到，主要是为着要修宪的时推动国家正常化，伫宪法征收条文精简，提掉国家统一。国统纲领已经是 一个历史了，国家统一其实已经不符合目前治理的现状。关于领土的部分呢，我们应该把它修改为宪法效力所及地区已符合现状。这再次强调，不是要修改现状。 伫民进党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13周年这一天，正国会提出讨论3个月修宪草案。 除了真正以台湾名义进行外交事务，修改领土范围、实质费省、国旗、国歌、国徽，嘛要用法律的位阶来规定，并没有直接涉及到所谓宪法本文的第6条，也就是去更改到国旗、国歌、国徽的这个部分。我们希望它是可以被讨论的，并不是说有没有共识。 立法院修宪委员会39个人，依照政党的比例分配，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分别是1个人甲2个人，国民党14人，民进党上济有22人，因过其中有2个让予无党籍林统佐甲台湾基进的陈碧维。有关所有修宪提议，必须要有全体立委3%出席，出席者有3%同意，才有法度成案。 佫必须有超过一半的选举人否决同意，才算通过。上紧的2022年大选就会使复决。